姐夫，公主这次收粮主要在哪些地区？主要在荆棘地区，其他地方征粮不方便，路途遥远，运输也不便。那这荆棘地区遍地都是王孙贵胄，哪个是好啃的骨头呀？公主这回挺难下口呀。你啥意思啊？比喻不当，比喻不当。是啊，你说这长安城周边这些府县啊，随便逮出一个老头来，都可能是开国元勋。这政府不敢征他们的粮，就只能挑软柿子捏。正所谓是，斗不过喜羊羊就打灰太狼，打不过葫芦兄弟就抓他爷仨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反正咱家就是那软柿子呗。其实我这个法子，咱家不仅不掏1斤粮，还能名利双收。看他说了半天，就等你这句呢，快说吧，大傻子都着急了。就是。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老爷，这么急，赶紧了。啊，为将之道，先治以心啊！那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。你们这些下人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一点皮毛都没学到？啊，夫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老爷真乃大将风范，不愧为我大唐名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说吧。啊，老爷，哎呀，我刚说过你们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嘛。啊，你看看这些下人啊，一个个都愚钝呐，愚钝呐。是，老爷说的是。老爷，还不是您平时太过宽容，这些下人惯的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好了，你说吧。老爷，兰陵公主来了，管家在门口拦不住。哎呀，你看，快！公主，我家老爷正在用膳，您稍等片刻，等收拾干净了，要不让您看见了不太好。不必，等的就是他用膳。哎呀，为这公主驾到啊，又是眼迎啊！罪过。没事儿，反正本宫也没提前打招呼。杨老将军，不然咱们进屋说话吧。老夫正在用膳，咱不如到偏厅一叙，怎么样？杨老将军正在用膳啊！哎呀，都粗茶淡饭吧。好，正好本宫也没吃，走，吃点去。公主，来，坐。老夫这粗茶淡饭，实在不好意思招待公主啊。公主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老夫就吩咐伙房煮2个鸡蛋。老爷，只剩1个鸡蛋了。哎呀，公主，皇恩浩荡啊！咱们家就是剩下1个鸡蛋，也要先紧着公主啊！来人呢？不用了，最后剩的这1个鸡蛋就留着给梁老将军您家孵小鸡好了。本宫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公主，哎呀，恕不远送啊！哎呀，此次公主征粮可是难上加难呐。公主这是盯上咱们家了，要不给她个仨瓜俩枣的打发了算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妇人之见。你想想，这要是给少了，皇上和上官仪有意见；给多了呢，那王公贵族他们全都有意见。咱们家里这些粮食啊，就是烂在仓库里，也不能给，1斤都不能给。那皇上要是万一怪罪下来，可怎么办呢？那正是法不责众啊！你想想，
大家都不给，皇上不可能把朝里大臣的头都砍了吧？那咱们要是第一个给，那以后老夫在朝里就不好待了。老爷，您可真是足智多谋啊！你，哎，算了，咱们继续吃吧。来来来，换菜换菜。公主，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去李记家。公主啊，这一上午咱们已经跑了4个宗族、5个将军了，要不您先歇歇，吃口热饭？咱们去吃热饭了，关中百姓吃什么？走，马上去。是。陛下，免礼吧。谢谢陛下。赈灾一事进展如何啊？陛下，屯田兵已开赴商洛，安抚民情，官道也在抢修当中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粮食还是不够啊！不是允你和兰陵公主督办征粮一事吗？臣督办不力，请皇上恕罪。朕也想到这层了。这关中附近州县的大户，不是开国元勋，就是宗室宗亲的。这征粮的事儿啊，难为你和兰陵了。不如这样，不管征到了多少，先给上洛送去，解了这燃眉之急再说。这也有问题？是。那征到了多少？3000斤。什么？这么多大户啊，就给了3000斤？仅仅1户，王修、王子豪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咱们老四是越来越有长进了。老四，你又干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干呀。你没干，你姐夫那么说你。这次是真的长进了，你看，把会所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那生意也有照料得那么好，多亏了老四啊。这样啊，我就说嘛，我陈雪颖的妹妹，那也绝对是女中豪杰，出类拔萃。夫人，你先别忙着自夸了，先听听老四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小侯爷，兰陵公主驾到。哎，我说这兰陵公主什么意思啊？3天2头往我们家跑，肯定是为了征粮的事儿啊。这粮食不是已经给她了吗？这不能往死里照一家征啊！要饭还没经验。哎呀，夫人，人家好歹是公主，你我管她是公主还是公公，要我的粮我就来气。好了，夫人，你先听听我跟老四的计划行不行？什么计划？你跟他说，我先走。哎，老四，你跟你姐夫2个机灵鬼凑一块儿，是不是又有什么好的赚钱的方法？来，告诉我听听。姐，之前咱不是答应给兰陵3000斤粮食赈灾吗？啊，这回我跟姐夫商量了，不给3000斤，那给多少？全送。什么？全送？啊！哎，姐，哎姐，公主。夫君。哎呀，公主啊，其实你最近是不知道怎么了，你叫我呀，叫得越亲切，我这心里边就越哆嗦。呸！连你也取笑我，最近我都快成万人嫌了。哎，又是因为征粮的事儿吧？唉，这朝中重臣，别管是在位的还是在野的，封了爵的还是实了邑的，这见着我呀，都跟躲瘟神似的。那你可以亲自去他们家要啊。我这几天没干别的，就往各大府上跑了。可是呢，一个个都跟我比着哭穷。这梁建芳啊，号称家里只有1个鸡蛋，还非要抱黄焖煮给我吃。这李记更绝，家里连鸡蛋都没有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带着夫人在院子里挖野菜。唉，我看啊，这赈灾募捐的钱粮也别捐给灾区了，先紧着这些朝中栋梁。哎呀，公主大人啊，其实啊，这个赈灾征粮啊，本是好意，但是却太不符合这官场的法则。夫君此话怎讲？就算在几千年之后，
男变女，女变男，野鸡变名媛，什么事儿都可能改变。但是这官场的法则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什么法则？为官之道，讲究的是明哲保身。皇上要施政，朝廷要运作，靠的就是这庞大的官僚体制。所以呢，你要想在这个官场继续摸爬滚打下去，你就要学会妥协。那不管你是清官还是贪官，只要想在这个官僚体制里生存下去，就得懂得明哲保身。现在呢，明摆着，所有人都不愿意做这个出头鸟，就是担心以后啊会变成同僚们的众矢之的。唉，夫君此言在理，但如今商洛灾情严重，如果每个人都想着明哲保身，那我大唐百姓的命要谁来保啊？兰兰，我的一个好办法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醒醒，快，来喝杯茶压压惊，来，喝杯茶压压惊。啊，老四啊，姐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跟你姐夫把整个家都捐了。这个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哎，姐，你听我说完再晕呀。你说，这个粮食都捐，但是不出半年，我帮你赚回来1倍。真的？必须的。炒作？什么炒作？炒作就是屁大点个事儿，通过胡溜八扯赚足眼球，让人尽皆知。人尽皆知后，就是凯子买单时。还是不懂，有没有例子？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啊！往前了说，姜子牙钓鱼，诸葛亮出山，东晋名士扎堆嗑药；往后了说，陈子昂摔琴，犀利哥起范儿，名威大伯使劲的刷票，全都是炒作。这往前了说我都知道，可这往后了说，反正你也没看过《读者》呀、《知音》什么的，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炒作。炒作的重要性我知道了，可问题是怎么炒？首先呢，你要找到一个自愿者，比如说我吧，我带头把我们家的粮食都捐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朝廷就顺势给一个奉旨募捐的名头，要有诏书、有大印、有皇上的御笔，然后还要中书省以上的官员亲自送到我们家门口来。总之就是要声势浩大，手续齐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拿这个诏书，立马成立一个赈灾募捐指挥中心。这行不通，别说奉旨募捐，就连我这个大唐长公主出马，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募来钱粮？公主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那奉旨募捐只是一个名头，就是说让大伙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，然后你就要给人家甜头了。甜头啊！募捐乃是行善之举，难道要跟着募捐之人做什么交易不成？那还哪是募捐？对呀，就是交易啊！你要知道人性啊，它本来就是讲究逐名逐利的。你不给人甜头，你总指望着人家人品爆发，那你能挣到多少粮食呢？可是现在府中亏空，哪有钱去买这些世家大户的钱粮啊？咱们的目标不是世家大户，而是那些无名无爵的富户。可是，就算跟富户们买粮，国家也是拿不出这个钱的。而且富户们能有多少粮？不用拿钱，那用什么？用名啊！你看那些富家大户啊，都不在乎名。可是那些无名的富户呢，就是因为无名，所以特别在乎名。你只要根据他们募捐的多少，给他们一个相应的名号，那些富户自然就趋之若鹜。这个方法倒是可行，但毕竟也是杯水车薪。这炒作要是没有后续套利，那就不叫炒作。那后续是什么？这个我还是不告诉你了。我在大唐混就是靠这个的。哟，你跟我还藏着？我给你讲一个小寓言故事吧。话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大老虎，它碰见了一个小猫，然后它就跟这个小猫呢学功夫。这个大老虎就跟他学呀就学会了。学会了之后呢，他转身就要把这个小猫给吃掉。这个小猫噌的一下就爬上树了，说：“大老虎，我就是因为没教你这招绝招，我会爬树。”所以这个猫后来生存了下来，一直繁衍到现在。哦，怕我把你给吃了？兰兰不是早就吃定我了吗？
你呀，精死算了。不过你这法子又是跟你家那五木遗书上学的？不是，这个叫《伊索寓言》。没听过。《伊索寓言》呢，是西边的一个小不丁点小国的一个奴隶写的，故事浅显易懂，但是深含哲理。等以后咱们科尔长大了，我天天给他讲。那我也要一起听。现在就给我兰兰讲讲吧。父亲你又没正经了，那你把所有的粮食都捐出来了，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这不是正要跟你说此事？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是那种好心带头募捐粮食的那种。我不是坏人。是吗？知道你就是这样。这样能行吗？这你还担心？就我姐夫阴损起来，谁能提防得住他？哎，老四，我说你这是夸你姐夫呢，还是随你姐夫呀？哎呀，必须是夸呀！对付那些为富不仁的，咱们就得劲炸起来，就得这样式。夫人，哎，姐夫。啊？哎，夫君，那兰陵公主送走没有啊？走了。那公主同意咱们的计划了吗？同意了。太好了！哎，夫人，老四跟你说咱们的计划了吗？好了，以后啊，咱们侯府又要忙起来了。老四，多亏你啊，你要辛苦啊。哎呀，辛苦啊！放心啊！为了庆祝咱们的伟大胜利，啊，就你随便这么一比划就行了。好，加油！看肉，看着呢，看羊肉，好嫩的羊肉。切。官人喝，不喝，官人喝，不喝。官人喝。哎，那好吧，喝醉伤身体，姑就不要喝。官人，奴家愿意醉倒在您的怀里。那还是吾喝。官人，我喝了，您就没酒喝了。那我们一起喝。我怎么觉得最近咱们这地方气氛不对？淫靡，太淫靡了！知人兄，德昭兄，王兄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最近忙啊，忙着赈灾的事儿呢。哎，王兄，听说你把家里的粮食全都捐出去了，朝廷因此命你奉旨赈灾。你都知道了？这事儿谁不知道啊？陛下亲笔的诏书，还让中书省的侯爷亲自送上门来，简直震动京城啊！那德昭兄要不要凑个份子一块儿募捐一下？王兄，不瞒您说，开始我和崔兄、秦兄真想助你一臂之力，可我们几家的老爷子呀，明令禁止，不许参加这个事儿。京城大多有钱有势的人呐，都这个想法。王兄，实在对不住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有心意就好。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们要粮的，就来看看你们啊。哎呦，这一对一对都干嘛呢？这淫靡。糟兄，虽然我们家不太同意捐粮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把我切的羊肉换成粮食，改天给你送过去啊。不用，我们家又不收粮食。再说了，那些粮食都要送到赈灾募捐指挥中心去入册，由我家老四负责。哎，谢谢你啊，一片心意啊。我回来了。栓子，怎么了？小侯爷，您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这哭什么呀？小的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不是。刚刚得到消息，我们家上洛那边发生大地震，家全没了。
叔母、父母、兄弟都还在。那谁没了？表老爷、二叔的三舅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干活吧。哎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要是伤心啊，你就回家看看去吧。啊，不回去。没事儿，我放你假，不扣你工钱。那也不回去。为什么呀？你看，你都伤心成这样了，你回家调研调研，看看家人也好啊。就是不回去，没吃的。聪明，真他妈聪明。干活。哎。臣妹参见皇兄。皇妹不必多礼。谢陛下。皇妹，这王修征粮一事进展如何了？那赈灾募捐指挥中心已经建成，前几日募捐的富户寥寥，近几日多了起来。我看随着募捐赠名号的消息慢慢传开，日后会越来越多的。这长安大户也抵不过王修的古灵精怪啊！朕真想跟他好好对饮3杯。陛下注意龙体。哎，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。这王修虽然和朕是一君一臣，但却极合脾气。正所谓一见如故，这喝几杯酒可不算什么。是，只是王修正在忙于征粮，陛下要与他喝酒，也得等灾情过去以后啊。确实，目前赈灾要紧啊。今年国家多灾多难，前有吐蕃兵乱，后又商洛地震。哎，媚娘，你说是不是朕治国有误，失德于民？这已是上苍。陛下，陛下励精图治，一心为民，何物之有？大唐疆域千里，百姓亿万，朕总有疏漏的地方。天子失德，必有灾祸。看来朕应该下个罪己诏了。皇兄，陛下圣明。媚娘也赞成。陛下下罪己诏，一可以解民情，二可以慰天威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陛下近来身体欠妥，实在不宜操劳。这有什么？商洛百姓命在旦夕，难道正为怕了操劳，连写个罪己诏的力气都不舍得用吗？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臣妾以为可以找人代写，而且此人待你正为合适。谁？王修。陛下，王修文辞粗鄙，不适合写罪己诏。陛下，王修奉旨募捐，正是待你罪己诏的最佳人选。如若换了别人，恐怕上天也不答应。没错。王修代你罪己诏，朕放心。好，立刻传旨，着王修代你罪己诏。王公公，立刻传旨，着王修草拟罪己诏。诺。另外，限3天内交出。娘娘，3天恐怕……怎么？你想代写不成？奴才不敢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催稿是一种极其令人发指的行为，它充分体现了剥削阶级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本性。催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，你废寝忘食的写，丫就没日没夜的催。朋友，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，爱我们的领袖，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百姓和战士吧，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
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释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